拉字语言011狗仔吹狗犁，一只狗仔毋知啥物原因，逐暗吹狗犁，惊着厝边隔壁。有人讲有梦算的，有人讲有歹空的，惊做有代志，赶紧关心明问原因。当机起重随便摇，乌白天。迄只狗仔游玩时间若到，就吹狗犁。经过3天观察，了解原因，狗仔耳孔真宁静，听着刺激高频音会刺插，无自在。邀请厝边隔壁来看心色，趣味会变把戏，了解真相。暗时10点半，开始吹狗犁，狗仔随时龙河出怪声，吼狗犁15秒。话停，随时停，无奇怪，免怀疑。对面即间后尾铁门，卡线有问题，关门叽叽叫，狗仔听了真解叫，原因安尼尔。寓意用科学知识观察大自然，较袂迷信心不安。